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一个阿明谷刘浩明。其实讲起北贡，加入苏轼我哋客家文化嘅人都提講，北貢係我哋客家文化地方一個最特別的一個生命。雖然有人講，北貢都係土地公啊，其實北貢係我哋咧客家人地方，算是我哋家族地方，算是我哋咧比分最大嘅莊地。可是我哋做乜話講，把伊個生命變成我哋北貢咯，因為其實北貢係我哋咧客家文化地方，而係一個最重要嘅生命。我哋今日有唱到咯，係來自我哋屏東灣蘭咧。王坤義伯來同我獻唱，而家同我哋講，其實喺灣蘭地方有一啲按照莊主北貢，有一啲生命，有一啲過去，還有一啲最重要嘅歷史，我哋馬上歡迎佢，我哋咧坤義伯來同獻唱，坤義伯歡迎來到我哋獻唱。哦，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灣蘭黨嘅。王坤義而家今年90歲哦。哦，坤義伯今年90歲哦。係啊。嗰度差唔多民國23年。23年出生。係啊，真是啊，保養啊安好呢，嗬，看到啊那萬貴健美的面呢，嗬。我哋以前是晚清時期的，出生喺日本時代。冇錯。啊，後來呢，到屏東農業局嘅學校畢業過後啊，都出家都有成立灣蘭鄉農會，擔任推廣股嘅農事指導員。一工作呢，或係全部農業方面嘅事情，讓我哋除土，讓我哋灌溉，讓我哋栽培。讓我哋偏重嘅防治曬藥嘅種工作，也都我哋農事指導人嘅責任。但係我哋只係講喺農會上班，不可能我嗰個時裝一兩底獨皮係冇可能，因為我哋出咗夏天就做咗農民，讓我哋耕種，要插錯，讓我哋除，要派嘢同禾嘅種類。然後可能是剛配的是派而把佢哋去嘅，所以人呢不可能做皮鞋，做土鞋要種鞋啊，所以等到一個工作做時就是咯，因為經濟沒好啊，已經兩個2000年啊，要負擔亞美一個好前費。存到一時錢啦，恁用個攝錢土地咯，萬冇可能的事情。因此呢，等到上班上了15年過後，我都自家面到，出來自家發揮，自家要利用農業突到嘅樹，突到嘅資源，突到嘅資力，突到嘅資力，嚟發揮賣農業。嗰時幾時前賣農藥嘅話，唔單止講係賣農藥，等於你講，因為你自家以前有農會推廣作為嘅經驗嘛，嗬。嗰時我係知道朋友用嘅係正確嘅係用農藥係咪？以前啊，我哋從事做一工作嘅時間啊，許多方面對於一個食品公司費而判理，偏重嘅防治公司費，公司開公司費。嗰時咯，田間設計之徒，農民用嗰個大種，用嗰個乾水，用嗰個食皮，甚至於人哋會判一個示範皮，一個綠豆皮，一個示範皮，有啲對的比較，個比較是就小塊所有嘅村民嚟觀摩會嚟看到一個藥器有是皮料嘅同冇是皮料嘅。對調比較，可能那一個好，本農民的知識，增加伊的知識，增加伊喺呢邊改進伊的問題。咁像我哋上過按度嘅無強嘅課程以後啊，從這個有影響到，記度講，因為有上過課，有看過人嘅研習會嘅，
好，这种你用到你这个推广的农药以后，我讲用过你这个推广的一个栽种的一个技术以后，伊哋这个有进步的地方冇？有，哇，一个挺多啦，各方面该多。因为我哋完全配合政府的政策，让我哋使用农药，让我哋使用肥料。哦，因为肥料有3要素啊，各个作用对植物的反应冇重样啊。有到成长嘅，有到开花结果嘅，有到後期嘅結實嘅，一肥料冇重樣，唔得曉得用。哦，有啲我哋呢，主要我哋呢搞農民嘅一啲方法。同時，偏種嘅方式是呢，該多種類必須自己從事自家技術。你自家係冇資料，冇法度教人；你自家係冇經驗，冇法度講人。比如我舉例嚟講，哪怕係一分解個蟲，分解個蟲，伊第一擺項按曬藥嘅上面上曬有效冇效，絕對冇效。冇效嘅時間是喏，要發生糾紛。所以講啊，一個人，但係按那個農業技術人員啊，事先一定要從事自家嘅技術，從事自家嘅那個學問，能夠有法度教農民。農民得到人嘅效果是有一啲回報，這一定有。嗰種平常時嘅話，唔係冇會接觸到一啲我哋講農業嘅相關嘅一啲書籍嘅一啲資料嘅一啲讀書呢，還是平常會去做一啲進修啊？一東西啊，完全一個長久嘅培養。一方面係讀農教，另一方面係睇農會嘅時節擔任農事指導員，農事指導員。意識到，雖然田球嘅直接落田，直接指導與直接說明與他。哦，一方面難道做示範俾看，係咧。哦，另一方面，能做到做對調期，哦，一起飛用乜嘅東西，一起飛用乜嘅東西，用乜嘅皮料，到最後嘅結果表現有樣嘅，有一個分配。結果就出來。農民，而家農民一年要漸漸有個進步嘅，哦，一個都可以講到以前係9年咧，呢啲結果，佢種有嗰種研究講，哦，好彩喺昆二百嘅時同講樣嘅去撒農藥，結果伊真係走對嘢方法去做以後啊。都真是把有位偏從開提晒喺度，有安尼經驗冇？有，不多，甚至於也成果調出來去，我有回報。比如講啊，9年中哪怕點樣嘅方式，哦，做生產嘅時候，有人拿到本看；有偏從開時，有人拿到本看。哦，也乜個從事的壓的，哦，也乜個偏安尼，哦。甚至於一哪怕的呢，本從壓到去嘅啦，如果這個葉嘅變哪怕的啦，本看啊呢，你講你講個國家都出乎意想一樣嘅呀，哦，所以呢，自家本事都從事自家平常去研究，去看書，去看出乎農情報告，種資料，那你每日要看，冇講啊嘿。那買條呢，我都一筆準備不是這樣子啦，咩安尼啦。嗰時真是都唔講咧，意思早期咧開農藥行啊，吼，伊真是都像伊啲植物的醫生樣誒。錯，他個我哋啲農民太細嘅偏針，如果去農藥行來問，好唔單止真是咱單純嚟買農藥。同時把我感觸到我哋其實譬如講，睇下要起嘅地步，可能更加流行乜嘅事情，吼乜嘅偏針，吼而係要情形一樣。咁更加農藥行咪要開幕。現在目前啊，因為我現在年紀是安大呀，各方面有漸漸有感覺到退化呀，所以我都
搞我太妹呀，以前重庆太学毕业，當然也安尼等到伊太學畢業去嘅，伊個看書看嘅時代啊，我都拿到資料俾看，哦，推廣，有人客來，伊停喺身邊，我推廣，也個都買個平，也都買個重，也都不當買個平開哦，啲情形，有喺面前看，一方面我同人家講，伊都算是身邊都談，吸收我經驗。另一方面是喏，人客我仲講我都有沙漠嘅呢，伊講唔沙喐嘅，因為我速度人員冇得幾天做啊，嗰時候我有安尼現象啊。呢個是沙喐嘅沙落去嘅，一禮拜到上面沙第一次，你冇，有時個上到去有人看到有蟲啊嘅，有人嚟沙喐嘅，不對呀，唔錯啊，唔錯，順序都唔錯噶啦。係啊，已經冇得支出，冇得期間行。比如講啊，點解時魚啊？如果魚一喐嘅人10包11包，3串10包10，如就算11包，但係因為人在食，藥性食唔多，唔會有效。行喺昆語嚟講，如果發現到講，其實我哋都馬上去想到講我哋萬世時節，其實我哋農業行地部有幾多我哋農民去問事情。休息下喎，等下我哋咪嗰度講精彩故事。翻過來，復起來嘅上節目，我哋來自屏東灣民嘅王坤義伯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講遺體健康嘅時節，佢農藥行嘅事情。坤義伯，我同講嗬，其實更加嗬，佢同人都認為講嗬，北港話嗬係我哋客家人，尤其係我哋客家文化一啲佢特別嘅一啲生命啊嗬。你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認為講北港到底係乜嘅啊？一個講北港啊，尤其是客家人啊，非常嘅熱誠，非常嘅認真。唐山過台灣啊，一出來到台灣啊，大家都硬頸嘅精神打拼，冇話以後依靠，只有靠自家。哦，開天，冇好事做到有好事，冇錢做到有錢。有樣人咯，靠自家，哦，靠自家是喏，那裡至於的精神寄託，人哋樹頭下，人哋田頭，如買一啲石頭標啊去，掉啲五穀腐標啊去，因為田頭北過，哦，啲田面下嘅時候有一條樹嘅，不過乜個樹，哦，人哋掉一啲石頭礦。哦，啲五穀腐嘅標，五穀腐嘅標，人哋就去創業，風向大將，因為樹頭北過，所以人哋一定有一個精神嘅寄託，人哋都冇做廢，認真耕田，認真打拼，撫養大細，所以人哋尊敬一個北過，如果人哋咧保護人哋嘅生命樣嘅安尼。人哋咧精神嘅寄託啊，係嘅啊！等於如果我哋客家人做起來台灣嘅時節，其實台灣一塊地方，其實愛打拼冇咁容易嗬。但是同時心情上面多多少少會有一種會強啦嗬，冇如講會受力嘅時節，其實都把我哋嘅精神而變成我哋嘅依託我哋嘅北港嗬，時時要去問北港，然後有北港嘅一啲保佑，有北港嘅一啲肯定。好，我哋做事情嘛會順勢。所以而家人嘅北港路現在客家人啊，特別對嘅北港啊，一個信仰方面啊，過沉入，冇錯。所以有乜個事情呢？哦，比如講啊，咁樣咯，我睇到石頭啊，哦，佢就咁魔哦，佢就樣嘅哦，哦，佢跌得高嘅哪個想法啊？泡水可以洗身洗面，又可以受大光復。哦，就係你嘅精神嘅寄託。冇錯。
跟一般来讲的话，吼，其实我哋客人来讲，其实我哋嘅祭祀文化，同我哋嘅创牙文化，吼，其實嘛可以貼嘅。一部分係咪參考一下我哋嘅昆義北啊？一個北宮創牙啊，人最好啊，冇用一支香，要用三支香。三支香表示乜嘢啊？福祿壽啊，哦，所以講啊，人做乜個事情，喺北宮下創牙時節，哦，因為佢哋規矩呢，唔好講啊話你創牙時節一拗頭，佢就配合來，等佢就生皮，等佢就做，佢就苗頭嗱做乜嘅，佢變得冇誠意啊！哦，嗰陣插香嘅時節時咯，人家插出來，唔可以凊彩就拿到一插。哦，佢表示冇誠意，應付式的安尼。所以種方面啊，唔對北宮有信仰，啊，北宮都有庇佑嘅時節。哦，唔對於冇誠意，北宮有冇對於冇誠意啊？一樣嘅順反嘅道理啊！哦，所以講啊，人創牙是誠心誠意啊，對人心肝都拿出來誠心誠意來創牙，哦，這都亦都有一個。人的精神上啊，都感覺到能夠有一啲庇佑啊、回饋啊，冇錯，都真係都團圓共樣啦嚇。可是我對人有一啲有誠意嘅話，好對別人對人冇有誠意，尤其係對神明嘛係安尼。錯啊，對神明有誠意，嚇，世俗嘅那一創牙，無如講真係做啱嘅去團圓，我哋講點上門案，其實神明多多少少。好嘛，好提供人有發現到人嘅誠意嘅時節，安尼神明嘛會保佑你。咁像人哋提供，其實萬萬啊，吼，有啲最有名嘅莊主北宮，你要同人觀眾朋友紹介下乜嘅按到莊主北宮咯？我哋嘅莊主北宮啊，吼，到現在啊，一多人都是講，幾萬人種冇人追究得出，冇人知。如果啊，過去啊。同林天祥先生、羅先生、林蔭書，哦，兩個羅先生講啊，如果啊，一北宮廟啊，以前都係個樹頭下，一插過啊，即北宮廟嘅安尼，伊就算就出來你睇個門口了啊，忽然間咧動片啊，都有啲火球啊，一出殺到個廟嘅地步去嘅安尼。啊！伊都有啲靈感啊，有啲靈感啊。唔講啊，一個北宮用一個東邊嘅山頭，一啲火球射下。如果嗰日嘅咩話做過冇做過嗬，我良心上啊，過意唔得動啊，看到司機的哦啊，伊都消息鄉人萬難啊，臨終皇帝插香哦。啊，因為林香國泰香都加一啲人，都6個人，啊，做5分起嘅，有5幾起嘅啊，一個香一分起，5個香都5分起，都表示一個莊主北宮嘅一個團體嘅一個象徵。啊，一5個人是喏，特別夠有效嘅，按你一般人是冇按你才發。一5個人，王奎山襄王嘅，啊，襄林嘅林玉祥、林天書，哦，襄李嘅李亞基，襄王嘅王奎山，哦，插香都吳發良，所以5個襄人團結，兩片，兩個都多國泰咩位亂嘅，多國泰咩位後來是喏，多是喏。因為一個要成立的基金，一基金樣嘅人，都我嚟想同內部上中間有啲河壩，哦，啊佢下冇太橋，要綁排嘅，所以講啊，多啲排土費，一錢都拿嚟多排土費，本一個萬難同內部嘅兩上嘅人咧，哦，金廟來往嘅一個人哋嘅主要嘅主要嘅橋梁樣嘅安尼，所以講啊，後來是喏，一個排土費，因為太橋做好嘅，也10年嘅錢，你政府嘅錢，
如皖南女仆竹田三乡镇的人念多者就多太桥，要太桥做皖南太桥做好的时候，要排除费都死下的，都冇用到的安尼。要排的，我要办过，我玩做女仆中学初中的时候，我要办过，哦，要用个竹筒的6支竹筒的夹到安尼，夹到下6支安尼吼。啊，啲仲妖安尼，绑就太爱人先安尼，就做安尼绑。佢向我过来又安尼绑，反方向安尼绑，好奇妙哦。这个事情过去的时间是咯，因为那个北共没有啊，做啊这个时间啊，就多一路讲啊，香港东片、太湖山个样安尼。佢所以个对联啊写福德慈眉吼，福荫千门万户，有篇嘅说是写得着三国难头，一个常用的意思哦。意思讲，伊北共没向东边哦，得着三国难头，一个福气北共嘅福气啊，引到伊万难庄嘅千门万户，对。所以一个对联都非常的，以前老人家写对联的一定有意思啊！一般来讲的话，像譬如讲啊，咱咧宗主北共上任的时间，系咪几多年会来重要啊？伊宗主北共，唔係佢幾北共，一宗主北共啊哈！如果因為伊夫妻一個狀況是咧，他個北上嘅庇佑他個狀況咧太息平安安全。伊當初是喏，都有講啊，一個六方旗都更加現在為止呢，還係照上安尼執行，分為春歸祈福、秋歸祈福，嗰個年代還太平清福。春歸祈福是喏正月13，秋歸是8月13，太平福都12月31日。尤其是春歸祈福時喏，有少數狀況，當初都60歲以上嘅老雜男丁，來是赴宴，來參加福德祠嘅老北共嘅赴宴，什麼冇？後來經過一個復甦，以前20人，而家因為物資膨脹，60歲以上嘅人提高嘅，變得經濟負擔嘛，過重嘅，人家都季節咧到人家復甦增加到40人，所搶嘅數平將本北共搶嘅人數是喏，年齡提高到70歲以上嘅人，能有搶，以前都60歲，而家70歲能有搶啊！嗰時對下我哋話要辦福或要太平福嘅部分行啊，下晝節目嚟講，嗰度睇到一片，你會發現到講其實昆義爸爸我哋南部嘅行業，對於我哋北共嘅一啲，唔管是我哋一開始嘅祈福，到後來所有嘅發動講得幾清楚。下一台節目如果同我哋講無強嘅建議咧，我哋咧宗主北共以判發動嘅情形，休息下我哋馬上過來哦。翻過來，復起來嘅，上台節目我哋來自屏東萬萬嘅昆義伯，來到現場同人講萬萬歸貼喺嘅宗主北共嘅歷史。昆義伯，頭先你即個已經講到我哋嘅祈福啊嘛，嗬，但是我哋話要萬福、太平福嘅部分，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嘛？一年當中啊，春福都正月13嘛，都他家復甦咗出來，去判理一個祈福嘅法通，祈福嘅法通是喏，包括去牛埔嘅像開莊北共，沿路是喏像東插北共，嗰沿路是喏像賢弟廟像一個五穀賢弟，
都归来去嘅，他甲终身摆喺手床搭床，有搭床，手床摕嘅嘢，安不也是喏，都创牙，创牙是只摆两个区别，伊啲上阶层，伊啲下阶层，哦，上阶层是喏，都伊啲玉皇大天尊，哦，北斗神君、南斗神君嘅神位，哦，下阶层都摆，哦，伊嘅所有嘅用品冇重要。上阶层的用品同下阶层的用品冇重要安尼。创牙创我哋天日都当日服咩，像老师啊，點解都像70歲以上嘅書啊，要30種作個人數都要判30種作哦，啊判個參賽哦，像老師是免費唔是錢呢哦，啊也過時咯，一個黑的。都到8月13，哦，有很多秋服到8月13，哦，伊哋呢中來一做中外嘅一做新典版，啊拿嚟北工大創牙，ям部嘅創牙，啊南電咧都很多新典，哦，啊西外嘅有很多新機，哦，哎做縫版咧。哦，賣蛋糕，我都做幾班，哦，所以就獎品嚟創牙，哦，啊到環太平洋，叫做年代，叫做同一個8月復中央將判離創牙，啊一個課堂當中啊，嗰變繁，那要睇橋，老北共坐我哋橋嘅行，我去一個差唔多加多牛埔嘅幾隻嘅啊，像開張北宮，因為開張北宮就牛埔嘅，哦，而家沿途我攰嘅時節路順後啊，有順路嘅啊，有東側北宮，哦，因為灣南分東西南北都有北宮，北宮廟嚟嘅，啊到過來時咯，到賢帝廟五穀賢帝，哦，祖神娘娘。全部係嘅五穀賢帝好嘅，啊聽下到灣南藏住北宮嘅門前，有一個太藏嘅神座，所有嘅眾神都請下嚟當個行，啊下邊人擺獎品，創牙，啊創牙一定都結束嘅，一個一年當中啊，哦天賜嘅一個幾點行事。我哋提講其實萬萬有一啲我哋嘅福德祠吼，像我福德祠裡邊個貼片咧都講伊除嘅我哋嘅真神吼，福德真神以外，伊還有兩個將軍，一將軍嘅歷史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喏？佢當時啊，清朝時代、乾隆時代啊，地方嗰度設地啊，個搶人咧、偷人咧、殺人咧，安尼嗰度，佢就組織一啲義勇團隊。16隊當中，先鋒隊都灣南，哦，前隊都聯絡長治，中隊都竹田、西施、新北市，哦，後隊都瑞浦嘅진東市，左隊是攞到嘉東新埤，右隊都美濃，哦，太魯官僚，哦，高蘇。就是也形成呢6隊有聯絡嘅有一個組織，中心都係竹田嘅西施或者忠義祠。那麼一個6隊人士是喏，當初啊一個唔知哪年出嘅啦，也係冇一啲記錄可看啊，都談講啊，台南啊，清朝時候都講燕山。現在都講燕政府啦，亦都清朝時都燕省，談到有睇到一隻一個軍糧，夾錢嘅夾錢一度，啊6隊人士是喏，都馬上都統領實拍，都派一個裝備，都話義勇兵都得㗎啦，去救一個政府嘅保護一個政府嘅。糧倉庫，哦，結果成功嘅，迄個大國解散迄個，哦，啊
伊在归来的，归来的时候，一个事情是喏，问清朝北京的乾隆皇帝啊，唐到有安尼个事情，伊都quite欢喜，都派的一个以前清朝时代的海军总司令啊，我都提督马，我一名叫做马军门，哦，牛马马军门，第一团兵的呢，清朝兵啊，我就歌颂一个陆队的义勇兵，结果马军门到台南的时间啊，就这两个彻底啊，审判，伊在审判，伊在按照伊在按照当兵，一两个彻底啊，去接署长，200万金接署长，接到伊变成讲啊，一个马军门啊，来到西施的时间啊，反面的时候调一个义勇兵啊，当时喺台南杀人的就一个演上的人啊，义勇兵啊，调来枪万人啊，佢暂时106个人啊，判死刑咯，先斩哦。在一个太宗李万人的太宗李咯，有名啊都叫李应阳。不过伊死的歌是应阳李啊，有名的也想啊拿带下拜的应阳李，其实都用李应阳有名的。伊都台湾人先锋队的太宗李，几百年都武装，应该国泰，应该马泰，我保护一个应阳李将军的人啊。两个人是喏，因为伊有秀才身份的资格，所以一个马军门啊，无权利对人出斩唔得。后来是喏，一个106个人啊，日本清朝的马军门的部队啊，处死喺西施的重义事件，当场处死的嘞。哎呀，他应用李将军是喏。唉，文湾人你变起来耶，唔俾伊支持保被毒死啊，大家都安面啊。结果有人咯，我系唔来投降啊，唔来去吃素啊，清朝变咗200万人仲我变火烧迄个去啊呢，唔本等先生，唔等变人啊，创人法嘛呢。结果应用于将军啊。看到安尼情形啊，如果唔吃，伊不得不，伊都吃素，我都加到西施一个马军门唔敢下令去斩，因为伊秀才的身份啊，最后都加到北京都妥善呢，到广东的中间啊，几百年将人保护伊，但最后啊，伊3餐20东西啊，20饭啊，20水啊。日本马军门的属下啊，병突偷啊多下的，唔会讲法的安尼。啊，因为几百年将军啊，各人国马太各有体力，无死。啊，应用于将军都偷死的，到广东的时节啊，一个广东的土台啊，同一个应用于将军有认识出教。变成我哋都喺广东输卖迄地，埋葬迄地，就到几百年咯，一直加到北京省嘅时，到北京省嘅时代，又有应用于将军嘅手教，看到几百年，如果佢应用于将军那啲嘢咯，又唔会讲嘅啊，冇法度啊，要拿字讲一寫個油來，伊都就。几百年将军你将把一个史记啊写出来，写个应用你将军的手稿啊，你将把伊写笔录啊，都放弃哦。放弃乾隆皇帝嗰段人哦，哇，非常嘅甜，马上都下令讲马将军作都斩书，斩喺头脑都挂喺5朝门外。紫金山的5朝门啊，然后呢，乾隆皇帝都问到我讲，
根本你眼望去歌颂一个你中央的六对人士的中央的纠结的有关人员，你有了反倒到对的海事人多哦，你讲讲啊，人台湾呢六对人士个错犯，也嫌疑的，嫌疑呢都写的保重214的牌诶，个太大，而家现在都挂在万南保重路县地庙地位。啊，后来是喏，又买2角田，本一个6队太总理，到田内部的人，到刘伟忠加董书下人，2角田为家子孙，安慰一点哈嘞。啊，后来是喏，啊，那人台湾人是台湾人是喏，在阳光啊，根本人那人湾人个神有神采。都好在有2个将军，牺牲遐2个将军，分费万难的那个安天神神，所以将把那个林伟啊，抢啊在罗北宫嘅，同罗北宫中央文接数万人呢，1年300个祭典的香火，那个都一个事迹，应该现在呢。北共产地方呢，也有中医是办为排片，也有以前呢，苏贞昌行政院长也有写一啲排片，挂在万南的福德祠那个北方嘅人，本他家人好认识和地地，有下啲情绪。唐东也团我哋昆义北嘅说明地位，观众朋友有冇发现到冇？如果像我哋以前我哋咧太二茶团人讲我哋总头我哋中庸嘅故事，尤其喺我哋咧昆义北，唔单止讲已經叫90歲，但是伊講法起來中氣貴足，我哋嘛希望講，其實我哋昆義北可以身體健康，同時可以食到飽一些。今日感謝我哋昆義北來到現場，同我哋分享按精彩嘅故事。多謝多謝各位觀眾朋友。休息一下再聽下啲先生來聽下認同哦。我看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